真侪人拢有目睭畏光、打色的镜头，咱来看营总发表一款用脉冲光来治疗目睭打色症哦，效果是个袂歹，咱做伙来了解。科学家一档挂钟，因为蒸发型大眼睛等问题严重影响生活。我的眼睛严重的畏光，要在家的时候要戴太阳眼镜啊，像这种有白光的电视，我完全没有办法。 因为畏光等等镜头，科学家接受脉冲光等方式治疗，畏光减少70%。医师表示，一般治疗3届后会有明显效果。国外的研究呢，他们分析这个长期的效果是到9个月。那我们自己台北荣总的话是分析是到12个月。那我的病人大概有20%会需要在第2年的时候再做一次。对，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。 医师表示，大眼睛是多管阴性疾病，严重会影响视力。有研究发现讲，好发年纪有对老大人降到30多岁，推荐观影时使用3C 产品。医师嘛表示，这种脉冲光治疗副作用少，不过嘛建议民众避免用眼过度，规律生活，会当减少大眼睛的发生。记者电报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。